2月15日採取行動，這些都是浮誇的諾言嗎？我們認為不是的。我們當中的人正在實現這些諾言，有的較快，有的較慢，只要我們為之努力，他們遲早會變成現實的。是走者護戒協會第63頁。除了讓我從豪飲中解脫以外，還教給我的重要本領之一，就是能夠採取正確的行動。只要我為之而努力，他們早晚會變成現實的。為之幻想，為之爭論，為之宣揚，為之假裝，都是不會奏效的。我仍會是一個痛苦的、沒有理性的酒徒。通過採取行動，並在我所有的事務中都按照12個步驟去處理，我將會擁有一個超乎我想象的生活。